痛到咁樣嘅情況嘅，我呢個痛真係唔可以再耽誤啦。接受咗你哋服務啊、治療啊，咁我已經簡直成個人已經輕鬆咗，好滿意。我姓名嘅長期咁坐，引發到個腰骨，即係個坐姿就已經係勞損咗，有成10幾年㗎啦。試過就一路好似俾電擊咁，直到痛到哇！最痛嗰陣直頭唔可以行添啦，要企定喺度等佢痛完啦，我先可以繼續，係有影響到我工作啊、日常生活啊。佢多數都係瞓醒覺咁啊，上落床嗰刻咧就特別痛咯，用慢動作咁慢慢咁樣轉，好難忍受咁。有幾位人士佢自己受呢啲困擾啊，接受咗呢個機能再生嘅治療，咁啊令佢完全冇事啦，恢復翻。我都希望可以好似佢哋咁，呢間公司嗰個技術好好，態度啊、服務啊亦都係好好，好全面嘅，儀器幾新嘅，都俾到我嘅信心。做完第2次、第3次之後咧，就感覺到開始減輕咗啦，已經係冇點痛。嗰種閃痛已經係停止咗啦，已經好耐已經冇再出現啦。即係好似正常生活咁咯，工作就冇影響咯。我係瞓得係冇問題嘅，好熟睡嘅。當然興奮啦，健康係真係最緊要嘅。加上我本身係中意去玩啊，更加唔可以令到我身體出現任何狀況，好健康啊，可以周圍去啊，去玩啊，吃喝玩樂啊咁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